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6，诗篇143篇9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解救我，脱离我的对敌，互我通走去美伫你遐。三甲来祈祷，求愿脱离对敌，互阮美伫你遐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甲坚固石盘。你是保护阮、固守阮、时刻看顾、甲保守阮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愿哀伤的时，求你听阮的声，求你保护阮的活命，免惊一切的患难甲艰难。求你保护阮的脚无绊倒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通行伫活命的光中，也遵趁你的旨意来活。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双手扶持阮，互阮通伫你的内面来得到安息。求你找圣神引带阮行义的路，求你解救阮，脱离阮的对敌，互阮通走去美伫你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